对了，腿好对啊，到学我们打别走啊。我们这个不能打去啊，让带动打的，去喝喝。用拖的，结果好溜了。腿能打哪里啊？有拖呀，我给弄完就要老爸摸摸爹嘛，我拖到搞不着的哟，一弄在家就拖到下一着的嘛。攞哪里？OK 我按住要老爸攞入俾，我要就得到邊度？我要三木拖這下，喲，呸！我就中安年呀。对了，我先来接了，稍微行。路去那弄木拖对你哦，你多。你别笑。你嚟唔到一隻腳，你可以做到了是包为什么弄着急？Hello， 多次呀，我找到啥要的你？我多少？我想打人家来了通好噻，通山到快去啊，就我到你一九通山，而且他吃老费，我们得好吃鸡嘛，什么吃鸡呀？你知道？要到你點麼地路節目給順帶中古啦，我要到你啦，順帶中古少你家，我你爸這邊少你家，我保攞順帶中古啊多，很棒，中華牛，我們位置還可沒1%上，對你多，哎呀，我前面要人家他弄打多，差多姑姑喂，要保姆弄打多過，中華牛，我感覺要他弄打多的了嘛，差多姑姑的了嘛多，怎么算？什么人不然多少多？不然多少就没人还吃不了了，不然我挖了你个多啊！就多对我啊！少对了，中华明年我也好惹你啊！打我，打就看见打我。让最讨了，我都去扔了，我们去打带下呢，先去击打飞吧，水没扔了。要。我家到下去路线挨到，路来到路来，好让人路线这我没有说人家。宝贝，多了家都不能真着火了，真着火我路线了。老主人还那里来路在找我来了嘛？还家伙的要路在多掉，你那里了？小了带到这都知道我弄主人还得我摸了，我知道。就这样了，我讲了，我这也不给你，都对了，还家就我这了，我没用打，但你要到主人的某几句我继续背谁，我还打放的，那现在的，按照我背谁，你们他就理呗，多呢，老妹背了，我就中年的外教对，长都找带你的都挖起，还是挖起的，有多了，我在那在路边搞么店买你对18点挖起，能挖起，在路哪了店，走这嘛，有这条多了我们那大家吃就多了我就找你的让人家包了去吃饱，我说谁？让你帮我没背了，赶紧看有啥结果别给人家问的问题。那被多鸟了工地呢，我还记错住，多好路我当然不去，而且还没赶上，我呢还没还有门道的。报的人大家看着电脑嘛，我去报了，我报嘛东南嘛，我跟当了，这样我看他了弄得好，我去报给了，炒个老的好，只有弄个老了好开，中华年龄。你乱讲，你去弄吗？你去当弄吗？过来，我叫车到好好的人到，安家。
我家肚里有这肚脚啊，你要不要啊？白牙搞白了，我肚上不白不要啊，俺这边啊。要了嘛，要人嘛，配合啥工资你没有啥好的，你说好了嘛，我们把他好的人到啊。难道俩就下子？你俩，我同你不人都加加过来动刀了嘛？啊？老啊，老哥弄到好弄到嘛，奶路人你这一代都知道，我有错了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不能说看姐姐？啊，人说有事了。Hello， 石头，我喊说看姐姐呀。Yes， 有干嘛的呢？我还都说了有，人说看姐嘛，帮手路年龄大，俺说集中知道。今天呀，罗警察好么都警察，我有呀哇，今天真能对说知道了吗？都。石头帮手这没教育规定好，操给我。这你别笑。只有牙对姥姥姐姐是没人说的啊，你人说的。都，今天真能问说知道真知道，哈哈哈哈哈。喂，老宝贝，快点给我们还报好了，好吗？还500两，有了吗？没有。啊，我好了。只有我老是狗我去了，我要你都等谈了哈，买呀这多，我搞了我老就超麻烦跟你谈，我搞我2000件的吧，要就我买他们就会中奖，想话你过来，我根本就会中奖。